單視頻破百萬流量嘅經驗話俾你聽，娛樂性係第一，內容只係第二啫。留意翻咧，你其實係一個娛樂平台上面去經營緊嘅，所以娛樂性先係第一，內容係第二嘅咋。好多人咧就會誤解咗，為一個好嘅內容，我流量一定會爆啦。你要記住啊，你有好嘅內容咧，都要諗下點樣用一個好有娛樂性嘅方法去呈現，咁咧先至會有流量嘅。咁當然啦，唔係個個都好似周星馳咁有創意同埋喜感啦。咁所以咧，直接抄人哋已經爆咗個劇本就得㗎啦。唔係抄，係二創。咁點二創呢？就將人哋已經爆咗嘅劇本，再加埋自己嘅人設內容，再加埋咧你自己 IP 嘅特色風格咧，成為你自己嘅專屬影片。用我作為一個例子啊，我就將不可能三國呢個爆款劇本，再加埋我係銷售管理嘅人設，再加埋旺旺財呢個特色，就成為咗一條咧1個月內就已經破百萬流量嘅一條視頻。亦都有啲人咧就好怕俾人話係抄襲啦。其實啊，《西遊記》呢個劇本都拍咗好多次啦，個問題你有冇辦法超越佢啫？下一集啊，就會再同大家分享下咧，究竟有啲咩元素喺條片裏邊咧，先會容易啲有流量。追蹤我哋，讚好，分享條片出去，睇埋下一集啦。